今天晚上我们演出的团队有包括来自捷克的春日亚洛舞蹈团，来自印度的大佐五月艺术研究中心，还有来自海地的德斯旺舞蹈团，来自俄罗斯的德鲁日巴典范舞团。今天呢，我们到了这么多的国家，希望现场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喽。当然呢，首先我们第一棒强棒要为大家来介绍的，也就是捷克的春日亚洛舞蹈团。其实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到，亚洛舞蹈团它专门是研究波西米亚，也就是捷克共和国中部，还有摩拉维亚，也就是在当地的东部，还有斯洛伐克的民俗舞蹈。而且呢，他们表演的一致特色是结合了捷克共和国跟斯洛伐克各个地区的很多种的舞蹈风格，还有技巧。所以呢，这个团队呢被当地的国家誉为具有马赛克风格，而且亚洛舞蹈团，它曾经在世界各地演出，也当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奖项。当然呢，他们的团队成立的时间也非常早，早在1983年的时候呢就成立了。那么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会说，为什么叫做春日亚洛呢？这个亚洛其实在当地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春日的意思。今天晚上他们带来的演出曲目呢有3段，第一段曲目是我亲爱的妈妈，第二段是牧羊人，第3段是婚礼舞。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将一段一段的为大家做介绍。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他们开演的第一段，我亲爱的妈妈，这是一首来自捷克东部摩拉维亚的舞蹈。舞蹈当中呢，它描述着有一对母女之间爱女心切的对话，所以现场的朋友们，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捷克春日亚洛舞团为大家带来第一段精彩的演出曲目《我亲爱的妈妈》，掌声鼓励。